来继续来看这民进党7月26罢免失败，秘书长林右昌请辞落台。即摆传出讲，这个课要由内政部的前部长徐国勇来接任。虽然也未证实，不过民进党内是乐观来看待，讲这个徐国勇是正适合的人选。讲这嘛会当看出赖总统咧用人无分派系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勇哥甲你讲。对于社群平台直播评论时事，各叫网友爱甲订阅。前内政部长徐国勇对政务官下任后该主持节目，听讲即摆阁有新的进步。院长徐国勇接党秘书长，对他有信心吗？是好的人选吗？风声讲，民进党新任的秘书长可能就是徐国勇。行政院长邓英泰在说服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。 另外，总统赖清德也钦点民进党民调中心的前主任郑俊升担任副秘书长。对于这件代志，民进党讲，当秘书长的人选是党主席的权责，无直接证实。是讲这件人事案党内是正乐观。如果属实，我认为徐国勇前部长相当适合，不论口条论述、政务经验。 沟通能力都相当突出。不过，徐国勇在2018年做内政部长时，红看做是蔡英文派系人马，郑俊升敢若嘛是。外界分析，这个安排是党中央向非赖清德派系授权，要对外展现团结甲整合。 那党内认为，因未来嘛会当假做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，甲行政院长邓英泰和党内沟通的中间人。看出赖总统用人是不分派系啊，我觉得只要是人才啊，那个赖主席都应该去敦促他啊，出来为国家或者为党来做事。赖清德人事改革的第一枪，要伫8月3号展现新的气象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